台灣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蔣渭水先生，1931年8月7號過身，今年滿95冬。當年伊過身了後，國家是佇咧大場埕甲辦大獎狀，有紀錄片留落來。台北市的文化局就甲舞台買落來，國家影視廳重新修復，今仔日重新放送。在有頭有面的人，甚至有學生、查某學生，甚至是這個民眾無穿鞋來相送。所以當凸顯到，其實呢，這人無定攏是受到蔣醫師、蔣先生鬥相共。觀眾若看畫面，便似若解說再現日本時代看電影的形式。蔣渭水毋但是醫生，也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驅。伊佇1931年8月初5病逝，這是當時翕的蔣渭水大獎狀紀錄片。在蔣渭水過身滿95年，即天公開修復成果。蔣渭水的孫仔蔣兆金先生表示，看到過去有5000人毋驚日本警察的威脅來送別，真感動。嘛認為這是重要的文物，應當愛有較全的設備來典藏。1931年渭水先生過往了後，其實台灣的這個社會運動就去予日本政府規個攏解散去啊，會使講是台灣之寶啦。那應該是講吼，愛有一個恆溫恆濕的這個設備，吼來甲典藏。蔣渭水在生的時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關照勞苦大眾，抵抗日本威權統治。蔣兆金表示，蔣渭水過身18天後，總理委員會甲各界在台北大場埕為伊辦大獎狀，這是一場社會運動家的告別式，嘛是台灣民眾黨的黨章。紀錄片當時，予日本政府禁止放送，然後20年前才出土，由台北市文化局甲舞台買落來，今麥由國家影視廳重新修復。5000外的勇敢的台灣人行出來參加這場大獎狀，你愛注意講，這個背後是80外的日本警察，點樣幹死你知無？還是話勇敢的。不管是展覽，不管是影片的放映，或者是教育推廣的活動等等，我們希望可以讓這一支修復完成之後的影片，可以被更多市民看見。台北市文化局表示，未來紀錄片會透過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來推動放送展覽甲教育推廣，希望紀錄片的歷史影像會當進一步發揮文史的公共價值。記者盧尚如、鄭俊佑台北報道。